人讲3月烧马祖，但是你敢知影？规年通比马祖闹热的活动，会使讲是满满是。今仔日要带大家参会是去予云林县政府登录做民俗文化祭典的水拿旱治疗马元宵夜巡。其中的社会马更加是代表性的科仪之一。今仔日咱就对着佩君和长林做回来过元宵。元宵节专台庆元宵的民俗活动非常的多。今仔日台湾路1号来到云林水拿的顺天宫，这的元宵活动非常的特别咯。无唔对，顺天宫举办的旱治疗马元宵夜巡的活动咧，举办至今已经超过100年咯。阿静，你敢知影为什么这会叫号做旱治疗马吗？我有做功课，我当然嘛知影。听讲诶，咱的这个马祖婆，同咱家的农产品有真大的关系哦。好，安尼咱进来看卖行。旱治疗马元宵夜巡祭典，因保留真侪传统科仪，其中上特别的是重现失传超过50档的社会马。这个活动在地居民都足认同的，每到元宵节的时阵，大家拢会倒转来做伙斗热闹，所以伫咧旱治疗马夜巡的这几天是比过年更较热闹咯。哇，这边来种元宵的气氛呢！阿姐你看，有足侪庙方家饲的艺品，你若有想要甲这个艺品来结缘的话，你就会使选一个你介意的，甲妈祖祈求禀告，挂着神杯，就会使甲请返去厝里保平安。大家恁进来看，这，哇，足侪平安菇的，这吼嘛是咱旱治疗马真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叫做拔菇。你若是有拔着神杯，就会当甲这平安菇请返去食平安。而且你看哦，这平安菇个号名足古锥哦，这叫做金沙龟。你看这，你来，这叫做沙琪玛龟。我有看到迄边，个有叫做糖果龟。哦，有够古锥的呢。对啊，会使看到这个传统文化，其实离咱少年人是足近的哦。顾问你好。你好，嘿。哇，顾问，阮第一摆来这顺天宫呢，有够热闹呢。是啊，咱旱治疗马遮吼，咱元宵。这3天吼，15、16、17这3天是咱元宵夜巡的时间，尤其是咱17用要社会马，所以人会阁愈来愈多，所以你来看种做热闹的吼。对。顾问，因为我有做功课，是咧讲吼，是毋是因为吼台湾上重要的旱治的产地伫遮，对，所以遮号做旱治疗马，敢是安尼？其实这嘛是有关联啦，其实咱当初洪元祖请这个开基马祖、新的马祖来台湾时，伊就是放一个草料馆顶，到尾啊就拍满到旱治地。所以后来证明就甲号做旱治疗马，旱治疗马。原来是安尼哦。咱看到咱中即阵徛新的这阵马祖吼，有写开基顺天宫旱治疗马，即阵就是咱徛新的马祖。你讲徛新，但是伊衫穿较高，衫穿较高看无着。无紧，我有准备伊的近身的相片互你看。近身的相片。其实伊的新衣若褪去了吼，看起来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徛新的马祖吼。大家是毋是对徛新马祖为什么去予云林县政府指定做一般古物，感觉真好奇呢？其实是因为台湾早期渡海来台马祖神尊，较罕有这款徛新的，加上伊的双手有夹一个罩板，所以算是咱地方开垦历史非常有代表性的神尊哦。好，咱时间往那边差不多啊，咱火马就要请在咱庙口，咱对我来看咱的火马。中头戏呢？中头戏，对，来去看社会呗。边个倒扶一下，小心在第一个来马起来了吼。好，来咱边帮忙注意一下，旁边扶一下，帮忙看哦，上街，头在这里哦，虽然是用这个边呢，用炸过的，也是嘛是做重的哦。是要做重的，做重。分量的。爱搁较头前，爱搁头前的。搁较头前的。泡啊，拢伫内底啊。它基本上内底爱个全泡啊。偷看一下无？它边泡都在里面，它泡水都接好了。安尼是点一个所在就。点后边。逐条拢爱点着吗？对。其实嘛，每它有再拍一个杆，伊若点了，加多的休息。都休息了。之后它们这边泡就射，这个边泡就射上去。射起来，这一球冲起来吗？打开。到时阵，规
规只连汤嘿，做拢爱搬去消化掉，啊代表火马甲咱的这瘟疫、这无好的物件拢带走安尼，会化掉安尼。像就算讲会这社会马就是新民派来毒瘟疫的迄兵马安尼。对。新马，嘿，新马。灰指新马。所以你看这只马愈来愈壮硕，较早咱较早看，哎，火马有做细只的。社会马有一讲是倒写写，火马就是靠新民鸡排来拄掉瘟疫的兵马。咱大家拢知影，不管是烧王船、放火狮，或者是射火马，代表的拢是要甲瘟疫带走。虽然讲这是一项的科技，但是也为科学的角度来讲，炮啊内面的硫磺所产生的高温，其实嘛是有消毒的效果哦。哇，恁看，天色已经暗嘛，啊人哦是愈来愈多，愈来愈热闹呢。对啊，而且你看这庙埕吼，采了足多的烟火，等一下就要来释放哦。然后现在咧要来进行的就是火马开工点眼的仪式，代表讲吼，这个火马就要来帮助大家消毒瘟疫哦。冇问到，啊，紧来，找一个好味要来看，紧来。后壁，去啊！好。来，咱3、2、1，请鸣炮。伫咧社会马仪式了后，夜巡活动正式开始。其实水拿含治疗马元宵夜巡，叫云林县政府登录做民俗文化祭典的重要原因，除了是因为恢复社团的社会马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因传承着100年以上的传统。为农历正月15元宵节开始，4天3暝夜巡温庄，3暝所行的路是一模一样，所以受到地方满满的认同。每一年拢是自发的参与，就因为安尼，这项文化才会使保留到即届。社会马吼已经吼拢写了，放了啊！即马后要刷来食，要来烧花雕吼。嘿，安尼，该烧化就代表讲吼，这瘟疫吼，就互这火马甲伊带走啊！哦，安尼亲身来参与吼，心内是足感动，满满的感动。我实在是无想到，就是含治疗马夜巡是遮尔啊热闹。嘿啊，迄烟火吼是一轮放过一轮哦，一轮无停哦。啊，音乐嘛是，表演嘛是，嘿，表演嘛是，对啊，大家吼村民拢足热情的。伫夜巡队伍出发来同时阵，庙口这边开始爆大鼓。这含治疗顺天宫的平安鼓重量每年拢限制伫咧890斤以内。想要参与的信众向庙方报名了后，就会使伫咧庙前跋杯，跋到上济圣杯的，就是当年的平安鼓炉主。听讲跋到平安鼓的炉主伫新的一年拢会使生理兴旺，赚大钱。但是当然啦，跋到大鼓的信徒，过当是爱倒来行鼓的哦。这个活动唔但是祈求平安的宗教仪式，嘛是有分享和感恩的文化意义。伫咧含治疗马夜巡有一个真特别的特色，大家拢会伫厝里吼准备真侪烟火，因为妈祖的神轿经过因家的门口埕的时阵拢会等甲即个口仔烟火放煞才会离开。所以大家每一年拢就用心来准备的，希望妈祖会当伫咧门口埕留较久咧，嘛希望讲妈祖会为大家来祝福平安。大哥，啊真好奇的，光桥的咱拢是查甫囡仔，敢有规定袂使查某？无规定袂当查某的，因为妈祖桥，你就知影妈祖正常是妈祖是女性的代表嘛吼。啊你
时代无共啊，人人平等。这嘛拢是吼爱人与平等。嘿啦，是爱人人平等你是啦。耕桥安尼耕偌久的时间啊？逐年拢耕吗？我逐年都爱有拢有着桥牌，因为我是在地，我伫遮生活50几年啊。逐年拢爱耕嘿，拢桥。爱耕桥。大哥，你安尼参悟起来，你感觉安怎啊？真好。我感觉足好个啊！嘿，我感觉妈祖保庇我，互阮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内底面搁一个乌里山几岁啊？几岁27年厝的，啊，搁咧杀桥安尼啊，不也是啦？哦，真正少厉害。啊，因为受妈祖婆的信用的保庇吼，就足虔诚的啊。哦，对的，真正的。伫咧耶孙活动内面，佫有一项重要的民俗，就是面汤泡。意思就是甲炮仔放伫咧面桶内底。用安尼传统是因为较早农业社会，大家门口埕拢爱晒漆啊，若万不依炮仔甲埕碰歹，安尼就害啊。所以长久以来就有面汤泡的传统。伫咧先锋爷叫来的时阵，厝头家就会甲炮仔点木刀。这个先叫来吼，就准备要放面汤头啊！你看。懂啊，来一个。哇！庆元宵，风头飞，元宵庆几暝，哇，真正是庆几暝啦！对啊，看着安尼，我咻放花哩，实在是足热烈嘞。真的，其实阿丁啊，我感觉吼，这番薯寮嘛，喺这个耶孙活动上珍贵的所在吼，唔是讲吼规模有偌大，是吼上重要的是吼，会当保护咱家己的地方的特色。对啊，规个祭典吼，唔但展现了番薯寮这的人文精神以外吼，看到安尼全村总动员，而且吼离乡在外的番薯仔囝，嘛会伫咧元宵节这一天吼，返来到故乡遮参加这个妈祖耶孙的文化祭典，实在是足使人感动的呢。真的啊，就是这种吼无形的力量吼，吸引着愈来愈多像我安尼介意传统文化的人来吼，咱番薯寮吼祈求一年的平安，嘛互咱吼番薯寮嘛耶孙活动变成全台湾的元宵民俗盛事之一哦。对啊，这就是台湾6月1号要互大家看到的，看到台湾的文化资产有偌多元，而且伊的影响力有偌大。一个努力，祝愿大家年年平安，我到家